一提到王子，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總係奢華宮殿同威風八面嘅皇室。而關於王子同澳門，多年嚟有一個傳聞已久嘅澳門都市傳說。一個稱作北韓王子嘅人，多年嚟隱姓埋名，喺竹灣某棟豪宅裏面深居簡出，為呢個世上最神秘嘅國度經營住外貿生意。咁多年嚟，有人信誓旦旦咁指出，該區某座別墅守衛特別森嚴，正正就係呢位王子嘅家。但隨住呢位北韓神秘王子喺2017年被毒殺，關於佢嘅種種謎團已經無從考究。另一位名副其實嚟自皇室嘅王子，卻曾經被記載喺皇室落難嘅時候隱姓埋名喺北區遊看。你所打嘅電話號碼被遺忘嘅都市傳說、奇聞異事、澳門歷史，都盡在記憶傳說熱線。位於亞洲東南嘅柬埔寨，自公元802年建立自己嘅皇室，舉世聞名嘅吳哥窟就象徵住柬埔寨皇室嘅盛世。但去到19世紀末，柬埔寨因同鄰近國家越南、泰國嘅戰爭關係，意外成為法國嘅保護國。皇室從此失去咗權力同影響力，但亦都因此保住咗其皇室制度。1941年，柬埔寨近代歷史中最重要嘅人物洛羅敦·西哈努克正式登基。西哈努克之所以重要，係喺登基之後，柬埔寨經歷咗立國以嚟最動盪而且黑暗嘅歲月。1943年，西哈努克嘅長子洛羅敦尤瓦拿出世啦。作為日後順理成章將繼承皇位嘅尤瓦拿，自小喺金碧輝煌嘅宮殿裏面過住猶如童話故事中嘅生活。私人影院、游泳池、小型農場，全部都係佢嘅個人玩具。而喺1953年，西哈努克更加從法國人手上成功爭取到獨立。無論從西哈努克國王或者尤瓦拿睇嚟，柬埔寨皇室似乎正走上恢復盛世嘅路上。1970年，27歲嘅尤瓦拿帶住懷孕嘅妻子同大兒子嚟到香港旅行，但只係嚟到香港冇耐啫，柬埔寨就傳出政變。家族王朝被旗下嘅朗諾將軍推翻，尤瓦拿馬上準備回家，就喺當時嘅啟德機場登機之前，收到朗諾將軍一封猶如判決般嘅電報。西哈努克嘅家人將不被允許回國，甚至傳言一旦尤瓦拿強行登機，只要飛機進入柬埔寨境內，就會即刻將飛機擊毀。被拒絕入境柬埔寨嘅尤瓦拿表示自己冇敵人，亦都冇軍隊，只係一位想回家嘅柬埔寨人。皇室一眾成員皆受到各種審訊、囚禁，甚至迫害。失蹤或者離奇死亡嘅成員多不勝數。呢個就係柬埔寨皇室自802年建立1000多年以嚟，首次消失喺柬埔寨呢片土地之中。從此，尤瓦拿唔再係王子，展開其長達10年到處漂泊、無家可歸嘅流亡生涯。根據當年《工商晚報》報導，傳聞尤瓦拿喺1974年嘅聖誕之前離開北京，輾轉間嚟到澳門。尤瓦拿嚟澳門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澳門冇香港咁出名，唔容易暴露行蹤，更加適合尤瓦拿呢種流亡皇室躲藏。尤瓦拿離開北京嘅另外一個原因，正係佢當時被同樣流亡喺北京嘅父王安排到人民公社嘅工作，但重複又單調嘅勞動工種同公共食堂規律又集體式嘅生活，好快就令到尤瓦拿深感苦悶。所以啱啱嚟到澳門嘅尤瓦拿，好快就被五光十色嘅舞廳吸引，經常流連喺各種震耳欲聾嘅舞廳之中。加上佢王子身份帶嚟嘅獵奇，好多人又以認識王子為榮。
尤雅娜每日就被各式各樣嘅人喺衣食住行各方面款待，令到佢發洩咗喺北京生活時嘅枯燥。但係過咗尤雅娜初嚟澳門嘅呢段蜜月期，包括招待佢嘅老同學同其他新舊朋友，都開始吃不消王子呢種每日燈紅酒綠嘅生活，逐漸遠離佢。但係根據後嚟各種報道同傳聞猜測，尤雅娜或者並非全因沉迷於紙醉金迷嘅生活而熱衷於出入舞廳。尤雅娜喺74年底購入祐漢吉祥樓4樓一個單位嘅時候，就添置咗音響，或者佢就好似熱衷拍攝歌舞片嘅父王一樣，只係喜歡音樂啫。到咗1980年，尤雅娜被傳將會遭到朗諾將軍嘅政權暗殺，而偷偷咁同幸存落嚟嘅子女同太太移民去到美國，並喺一家組裝醫療設備嘅工廠裏面做咗工人。而每當同事意外發現尤雅娜點解會同曾經嘅柬埔寨國王姓氏相同嘅時候，佢總係馬上斬釘截鐵咁否認：我唔係王子啊！當尤雅娜年近50歲，柬埔寨恢復皇室君主制，父親準備再次登位嘅時候，佢難得咁接受美國記者嘅採訪，坦白自己如果被父親要求，先至會唔情願咁樣返到去皇室。而當佢回憶起自己嘅王子童年嘅時候，佢直言只得孤獨。或者呢位童年喺宮殿裏面度過嘅王子，但後嚟旅居喺語言不通嘅澳門祐漢，終日流連舞廳，由細到大就唔係童話故事裏面嗰種威風嘅快樂王子。自2004年開始計劃重建嘅祐漢新村，終於喺今年正式動工。澳門有住近20萬外地人口，呢啲決定喺澳門重新出發嘅外地人，到底佢哋本嚟係邊個？佢哋又背負住點樣嘅遭遇而移居喺語言不通嘅澳門？佢哋嘅故事同秘密，一切居住過嘅痕跡，或者就會隨住城市發展、舊區重建嘅拆卸同翻新，逐步煙消雲散。如果你哋有一啲神秘嘅人物故事想聽或者分享，歡迎留言俾我哋。鍾意呢個澳門都市傳說故事嘅你，記得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啊！我哋下一集記憶傳說熱線再見。